心，我以利你大面，你是手插协会开，空喙流出血叶水，两项广告我拢爱，写做心如歹代，请爱记得来记每一场的练习。 主要所是为迄年由天命作社，按照你的款式，三角来感谢咱主。主要所现在我照你的命令办设这个宴席，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，我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馆，也圣别者个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贝。 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会通诚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，通荣耀你的性命。奉主耶稣名，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拍坏的，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了咱拍坏的，咱就叫做来纪念伊，来分享这个事。你若欢喜接受耶稣的话，嘛照伊的款式，安尼来过日子的。 无耶稣的款式，过伊的生活，疼人亲像家己，对身边的人，你欢喜三角服侍，三角水骹。我想，我是要伫上帝面前讲，这是耶稣基督给咱备办平安宴席，邀请你三个来。 就衰个人才会当得救，但是耶稣身边迄个大賊哥，大賊哥有两个，一个无悔改，一个悔改。伊讲先生啊，你的福音到的是请你体谅我。迄个无衰个大賊哥，耶稣对伊讲，因为你先到我的路。 罪人，上帝听伊，要紧是你的心，心定定的柔软，会通得接受上帝的话，欢喜做调整。你个心灵的性命，毋是外表任何仪式，心灵的性命是你欢喜照安尼领受，搁照安尼去行。
耶稣对一个罗马的军兵罗马官讲：“你即款的信仰，我伫犹太人的中间毋捌拄着。”一个罗马的军官有行甲咧，无去会堂敬拜上帝。 但是伊心内对上帝的敬虔，伊甲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你要救我的老婆，我感谢。总是你若真正要救我的老婆，你毋免紧到我的厝，你敢若一句话讲，我的老婆的确就会得到好。因为我做官，我若我的下手的军兵叫伊来，伊就来；叫伊去，伊就去。” 所以只要你若嘴出命令，我的老婆就好。耶稣甲伊讲，你这个信心，我伫犹太人的中间，伫以色列的中间，毋捌拄着。耶稣就开嘴，伊的老婆伫远远的所在，伊就得到好。因为咱要安怎样接近上帝？上帝是神，敬畏伊的人着神。 真实，仪式是咧唤醒咱伫上帝面前，甲伫世间人面前，迄个意愿。仪式了后，要紧就是迄个心灵，迄个心灵，迄个生命，然后可以用行动来证明迄个心。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我着恁肉。 安尼来记录我，所以耶稣基督会听，伊迄个听到伊欢喜献出伊家己牺牲无分离。这个是基督耶稣的身躯，为咱拍过来，来三甲咱领受伊的疼。 食了后，耶稣捧杯，对下先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。伫我的杯设立的，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所以咱进入伫新的约的时代，你甲我已经甲上帝拍契约，新的约。请三个来说。 这个杯就是信仰，移动的杯设立的，啉的时就安尼感谢主的疼，用咱付出伊的生命。 一生的中间上宝贵的是，咱知咱生命干那一摆，咱生命嘛真有限，就是干那一摆的人生，咱无爱伊白白安尼过。咱望咱短短的人生，咱要留落啥物？迄个留落啥物都要目标，要有使命。 得甲爱甲上帝有关系，得甲爱甲咱身边的责任有关系，得甲爱成做后代的模范，会当互后代对咱短短的人生会当学着啥物？咱真正有福气会当成做耶稣教会的一份子。我想，
有一个目的，伊要实践上帝的旨意，互伊的爸的旨意通过伊得到落实。所以，希望英国教会有你我，咱拢彼此感觉真好，因为咱咧追求上帝的旨意，流到伫咱的教会，流到伫你甲我咱的生命甲家庭。人放轻松生活，总是咱的心真定着，咱伫咧追求一个真圆满、丰富的人生。耶稣讲：“我是活命的饼，就有我的人不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嘴干。”人毋通对即世间的欲望枵嘴干，袂满足。总是人爱对上帝的恩典枵嘴干，常常靠。耶稣若会当为着听舍弃放下，我想咱嘛学伊。舍弃，毋通咱三角，当咱久买的时，伫咱的人生真侪物件咱爱学晓放落舍弃，因为有舍弃，才有可能再修的机会，人生头前会更较自由，更较方便来行。